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加措活佛著，馬德鐘聲演。第36篇，活得豐盛，才不會被淹沒。每個人都有自己要做嘅事，不管係開心嘅事定係悲傷嘅事。每個人都有自己要遇見嘅人嘅，不管係攜手嘅人定係擦身而過嘅客。所以唔好羨慕別人嘅生活，唔好批判別人嘅對錯，唔好計較自己嘅付出與收穫。寵辱不驚，去留無意。只要快樂，你就冇咩係缺少噶啦。人生係一場無法回放嘅絕版電影，唔理你過往有幾輝煌或者幾糟糕，都已經唔會再停留。唯一值得擁有嘅就係當下嘅時光。人生究竟係為咗啲乜嘢呢？係為咗尋找前世嘅因緣，為咗某啲特定嘅使命，定係為咗各自嘅追求同信仰？唔理你嘅答案係乜嘢，有一點係好重要，就係活出自己，生命先有一切嘅可能。當一個人喺現實中碰到好多限制同埋捆綁嘅時候，你就要向自己嘅內在去睇。呢一個係我哋隨時可以攞嚟用嘅能力場嚟嘅。世事無常，結局總會出人意料。為咗一啲事情，耗費咗好多嘅精力時間；為咗一個唔值得嘅人，付出咗大半嘅青春。呢啲種種嘅經歷，難道唔會成為我哋人生中寶貴嘅財富咩？唔好計較，亦都無需抱怨。枯榮無意，聚散隨緣。守住一顆安靜平和嘅心，努力讓自己活得豐盛先至係啱嘅。有啲人喺工作同埋生活嘅壓力驅使下，做事都希望係迅速嘅，甚至期待冇過程就可以成功，恨不得一步就可以由起點即刻去到終點。呢個簡直係癡念，就好似你唔需要修行，唔需要持戒，就可以直接成佛一樣咁虛妄。冇生根發芽，又點可以開花結果啊？人生嘅精彩唔係因為結局呢一個句號畫得有幾遠，而係在乎於呢個句號之前嘅所有內容。第37篇，你擁有自己人生的選擇權。放棄其實係一種美，佢並唔代表逃避，因為呢個只係一種選擇，係另一種嘅美麗。生命俾我哋無盡嘅悲歡，亦俾我哋選擇嘅權利。安然一份放棄，固守一份超脫。不管紅塵世俗，生活係點樣變遷，不管選擇結果係錯定係對，我哋雖然逃避，但亦都勇敢。雖然悲傷，但係美麗。因為生活本無常，前路更精彩。佛法係講因果嘅，一切際遇同平生所遇嘅事物，都係因果所致，冇邊個可以改變。有啲嘢注定係得到嘅，而有啲嘢注定係要放棄，因為嗰啲根本係唔屬於我哋。尤其係面對誘惑嘅時候，放棄會成為不得不面對嘅選擇。世事如雲，變幻莫測，無常無時無刻都喺度。而無常嘅世事，正係不得不選擇放棄嘅外在因素。生活給予世人痛苦同磨難嘅同時，亦都俾咗一個選擇嘅權利交到我哋手上。放棄並唔係主動逃避，
而係取捨嘅智慧。生命中總有一啲嘢你係捉唔住嘅，知道取捨，懂得退，先至係有所成。如果話執着堅守係勇氣嘅話，咁樣適時放棄就係魄力，就係脫離紅塵喧囂嘅大覺大悟。放棄只係一種選擇，同對與錯係冇關係嘅。同執着堅守去相比，前者考驗嘅係人嘅毅力，後者衡量嘅係生命嘅氣度。危難中嘅船長將唔必要嘅貨物掉咗去，係因為要減輕船嘅負擔，係為咗迎接更大嘅風浪。同樣放棄一啲嘢，唔係為咗停靠，而係為咗更遠嘅航行。第38篇，別和自己過不去。用單純嘅眼光看待人生，你將會少咗好多莫名嘅煩惱。用幸福嘅腳印去量度生活，你嘅步履會輕盈瀟灑。用感恩嘅心去面對幫你嘅人，你會發現人間真係有好多無私同埋美好。用寬容嘅心去面對傷害你嘅人，你會覺得佢哋其實都唔容易。人生總有好多溝坎要跨越，歲月總有好多遺憾要彌補，生命總有好多迷惘要領悟。緣合故有，緣盡則滅，無令而悔，退修善業。弟子問師父如何理解永遠，師父就答啦：好多人都覺得永遠係好遠，其實佢可能短暫到你冇辦法睇得到。弟子又問啦：點樣先叫腳踏實地啊？師父就答啦：只要你嘅腳仲喺地面上，你就唔好將自己睇得太輕。只要仲係生活喺呢個世上，你就唔好將自己睇得太大。人只係茫茫天地中嘅一粒塵埃，可以微不足道到忽略咗都唔知道。你同我都係呢個天地之間匆匆嘅過客，好多事係冇辦法作主嘅。好多人同物，你越想留住佢，往往離開我哋嘅速度係好快。凡事唔使太認真、太在意，用單純嘅眼光看待人生，一切隨緣隨心。緣深多相聚，緣淺一笑隨他去。唯有咁，我哋嘅心智先至會成熟。一個成熟嘅心就好似大海一樣咁寬容，喺委屈面前一笑了之，用感恩嘅心去對待幫助我哋嘅人，用寬容嘅心去面對傷害我哋嘅人，多一啲感激，少一啲抱怨，人生嘅路上就會步履輕盈瀟灑。我哋要始終相信，人生總有好多溝坎需要跨越，歲月總有好多遺憾係要彌補，生命總有好多迷惘要領悟。凡事緣到則聚，緣盡則散，順其自然，無所謂得失嘅。第39篇，你的快樂與別人無關。人生嘅快樂係在於我哋對生活嘅態度。快樂係自己嘅事，只要願意，你可以隨時攞住個遙控器，
將心靈嘅視窗調到快樂嘅頻道。持續嘅快樂係嚟自內心深處嘅精神快樂。我哋之所以生活得比較愉快，係因為我哋學會咗放大美好，學會快樂，即使難過嘅事，亦都會微笑咁面對。喺所有表達祝福嘅語句入邊，快樂應該係使用頻率最高嘅一個詞語。但究竟咩先係快樂？快樂係一種感受，佢係喺精神層面反映到現實世界嘅感受，唔能夠用物質嚟到衡量。絕大多數嘅情況之下，快樂與否同外部環境係冇必然嘅聯繫。每一個人都有一啲屬於佢自己嘅嘢，冇必要一味睇住別人嘅財富同地位而羨慕不已。真正嘅快樂同金錢同埋其他外在嘅評判測準係無關嘅，因為快樂係內心嘅律動，係嚟自我哋對自身擁有物嘅滿足，係嚟自對生命嘅依戀。只要你願意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快樂起嚟。每一個人都係生命入邊嘅主角，係喜劇定係悲劇，取決喺自己嘅手中。學會快樂，即使難過啦，即使而家你並唔容易啦，亦都要保持一顆積極快樂嘅心，微笑咁面對生活。快樂係源自於每日嘅好感覺，將每一日過好就只係幸福。如果總係憂慮緊明天嘅風險，總係抹不去昨天嘅陰影，今日嘅生活又點能夠快樂呢？總係攀比嗰啲唔可以攀比嘅，總係幻想嗰啲唔能夠實現嘅，今日嘅心靈又點可以安靜啊？任何不切實際嘅嘢都係痛苦之源。生命最大嘅殺手係憂愁同焦慮。痛苦源於唔充實，生活充實啦，就唔會胡思亂想。第40篇，沒有不幸福的人，只有不肯快樂的心。我哋應該學會喺自我滿足入邊找到快樂。懷疑自我係人性嘅一大弱點。懷疑自我嘅人，經常都無法集中精神去做事，更唔可能做好一件事啦。佢哋好難擺脫失望情緒嘅糾纏，自然就好難得到快樂。其實世上係冇不幸福嘅人，只有不肯快樂嘅心。曾經有一個好苦惱嘅信徒向我傾訴，講呢一段時間運氣真係好唔好啊！無論做啲咩嘢都做唔成，無論點樣做都係錯嘅。於是佢懷疑自己原本就係唔係一塊好嘅材料。我就笑笑口咁話俾佢聽，唔好總係否定自己，應該喺做事情嘅過程入邊揾到自信，而唔係唉聲嘆氣喺度話命運嘅不幸。更加唔可以被動咁樣等待轉運。命運有時會同人開玩笑嘅，甚至會搞出一啲惡作劇。人生中需要不斷咁樣自我反省，而唔係自我懷疑。不斷咁樣懷疑自己，係會讓我哋無法集中精神，做錯事就係在所難免噶啦。對於出現喺歲月之歌當中嗰一啲不協調嘅音符，應該用勇氣同智慧去消除佢。真正能夠讓轉變出現嘅，並唔係命運，而係我哋自身嘅開悟。
喺忐忑之中懷疑自我、否定自我，係人性嘅弱點。如果連自己都信任唔過，咁仲有啲咩值得你信任啊？人可以虛懷若谷，可以沉默寡言，可以低調行事，但係絕對唔可以唔相信自己。唔好因為自己已經好努力啦，但係依舊冇成功而感到沮喪、失望。要始終相信有失必有得，上天賜予俾我哋嘅唔會太多，亦都唔會太少。世上係冇不幸嘅人，只有唔肯快樂嘅心。